我就去就那么我得得么，阿爸我当时你妈妈那有我谁干嘛怎么那不过，我你家有家生的是日光我就不讲，阿爸你在想么？一直一直那么过的，过那么这个一下子不一样嘛，那不过一下，谁干嘛最后你妈那不过好不就那是，阿弟就嘛在阿弟爸爸是那办法是，阿爸我们的那是什么？因为你是这个结果那是那值得，我这那是有点说的是呢，因为这个他起码一头是两码一头，有啥事比3码一头这样那么，爸爸那边我就说后来那个上来嘛的，因为那个就是。